帝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亲像2600年前，伊降临伫哈巴谷，说伫大吉的圣殿啊，伊互哈巴谷看见上帝降临，对心中讲，上帝降临伫伊个圣殿。你踮伫每一间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全世界所有的阮兄弟姊妹，伫庆祝即个时，阮拢同心和乐敬拜你。特别伫阮中间，就主你的圣神，搁一摆因为你的降临，互即个教会有活泼的生命，甲对天力甲今仔日顺风的阮的同工三甲弟弟，互阮唱出天顶的圣诗，互阮发出对你所发出敬拜的言语。愿基督上帝甲所有事务同工同在，圣神加做阮的同在，咱来敬拜基督我们所圣名。阿门。请走吧。
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？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拽，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，日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是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人拢着恬静，天生行你面前。三角来吟圣诗173首，上帝即是临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上帝即是临在，大家当心敬拜。你主民间天仙菩萨，上帝的圣殿内，大家恬静礼拜，心肝全意敬敬跪拜。当一亲白上帝，心歌主免看来，阿罗伊高万代，上帝永远存在，我今大声可爱，万姓万族为为敬拜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因闻祷告天爱，你在先多君前菩萨，论救主阿罗听，万颂言必必响，为阿罗的尊名。将救万魔万堂，将其小心教堂，即可相助主必登岸，请求向塞教教，华丽灿烂荣耀，何管何乐祷告北当，将其高永远，万国来主临港，万里相会最好。阿门。他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
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主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公共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3到6启应，启文23篇。启文23篇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阿伦的家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对危急的中间求过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因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人要惩罚得我奈何？就甲我开义的门，我要入去感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的人要入去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搁诚做拯救我的。师傅所去杀的鸟，已经成做触角头的鸟。这是耶和华所做，咱的目睭看伊最奇怪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耶和华，我求你拯救我。耶和华，但求你予阮发达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伊的光照阮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最悬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伊的慈爱永远不停。 三甲过来吟圣诗，225首，愿被上帝即时日降临，请坐咧吟全首。
来祈祷。上帝啊，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！互阮会当伫你的保守内面过平安喜乐的生活。你用圣经的话教示阮，怎样做合主旨意的学生，也互阮无误逆上帝。今仔日是礼拜日，唯有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，求主临在，互使讲解上帝的话，互大家更较了解要对阮讲啥物，也互阮更加明白上帝的话，互大家信仰更较精进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上帝有道，就是不计世间的罪，有你灵平安。上帝有道，就是不计世间的罪，有你灵平安。上帝有道，就是不计世间的罪，使阮平安。赞美，请圣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话，记在旧约哈巴谷书2章1节到4节到20节，三甲来读。我要徛守监楼，徛伫营座观看，看伊对我讲什么话，我通用什么话来说明。耶和华应我讲，写即个牧师明明刻伫板里，互读的人也通行。第3节，因为即个牧师以后有定着的期，要紧紧结局，决断无白插。虽然眼前还久着听候，因为的确会到，无过眼前。第4节，看伊的心神自高，伊的内心无正直，独伊的人要对伊的信来活。佮看20节，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静静。三甲过来看新约圣经，哥林多前书3章16节、17节。16节，检知你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吗？人若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要毁坏伊，因为上帝的殿是圣，殿就是恁遮的。以上讲到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内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你的囝儿来敬拜你。至圣的上帝，你堪得阮敬拜。恳求你用你的阳光来光照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亲像2600年前。你降临伫大必的圣殿内，互哈巴谷先知亲目来看见，上帝你临在伫你家己的圣殿，互阮看见你踮伫阮的生命中间的圣殿，也因为你真实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每一个生命因为安尼来敬畏、受改变。愿伫你面前同心。恭敬徛伫你的圣殿内，求天父上帝你对阮讲话，阮将下面的上帝你的话语交伫圣神的手中，求圣神对阮讲话。阮要亲像哈巴谷徛伫守望台，阮要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嘛要对你发出阮生命的祈祷。阮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哈巴谷书，只有3章，足短的一本圣经的小先知书。这3章的内底有3句真重要的话，其中的一句就是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所以咱就安静恬静、恭敬徛伫伊的面前。哈巴谷这句话也真多圣诗作者受感动的事。今日咱所念的第1首的圣诗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咱的教会下礼拜的听书会开始，咱嘛常常念圣诗第494首或者492首，拢是用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做咱的恭敬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一个互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也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会当不断享受敬拜上帝。互做礼拜真侪一个享受，互咱的生命中间也因为做礼拜，咱得到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一生的过程，上帝互我观摩学习，伫真侪教会。也常常伫迄个学习甲观摩的时，我的心内受足大的感动。
我咧回想伫我一生中间有对一摆的礼拜，对我的生命有造就性、全然的改变。这是我的经验。我想到几啊摆真特别的礼拜中间，上帝互我感受到伫礼拜中间对我生命改变的力量。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常常甲上帝讨，伫礼拜中间，上帝互咱的生命得到造就，也得到改变。我嘛要问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敢捌？你敢会记得？伫一生的中间，对一摆的礼拜，互你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。哈巴谷先知安尼讲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今仔日的荒漠甘泉，伊嘛讲起，当一个人伫礼拜中间看见上帝，真正看到上帝的临在时，人的生命要有真实佮极大的改变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的圣殿内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当然，伫我一生过程中间，上帝互我有真侪出外去的机会，伫无共款的教会，伫迄个礼拜中间，我有感动，我拢会想着讲，我要怎样将这个感动带到我的教会得当？我要怎样将这种的感动来讲互我的兄弟姊妹来听？甚至我要甲恁讲起，我一届伫英国伦敦西敏寺，就是即届英国女王告别礼拜的时，要做礼拜迄个西敏寺。我要甲恁分享讲，伫迄个西敏寺一个拜六的阴暗，上帝互我参加迄个礼拜的时，心中有足大的迄种欢喜。我甚至想讲，上帝来当应该来办一个旅游，甲我兄弟姊妹，阮做伙坐飞机来英国伦敦这个所在，做伙参加这个礼拜。这才是礼拜。我毋是讲咱的教会这个礼拜毋是礼拜，毋是，因为迄个礼拜堂有足庄严的礼拜仪式，伫迄个礼拜堂的中间有足清气的迄个圣歌队的声，真正那天使，袂亲像安尼破册安尼。有囡仔的圣歌队内底有囡仔，有大人，但是因所唱的圣诗是遐尼水，管风琴安尼走出来的时阵，伊会前奏、间奏、后奏。迄个礼拜堂是安尼跳到差不多3楼悬，足悬的礼拜堂，所有的管风琴的声音都伫整个迄个哥德式礼拜堂中间咧运行的时，真正互咱感觉讲，迄亲像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厅咧做礼拜。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也因为这个感动，互我做恁的牧师，我有一个真要紧的工作，就是带领礼拜，也伫礼拜中间来服侍咱兄弟姊妹。我首先要多谢感谢今仔日慈惠秋吉长老，伊伫祈祷的中间为牧师宣讲上帝的话，讲解上帝的话来祈祷。多谢秋吉长老。伫伊伫咱做礼拜中间，咱是同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嘛是礼拜中间的一份子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这是顶礼拜咱讲道中间的主题。今仔日牧师延续顶礼拜讲无了，顶礼拜牧师有用保罗所讲罗马书第12章第1节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我可肯定献家己做活祭，是上帝所欢喜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恁敢还会记得这节的圣经？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，是合圣经的原则的礼拜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伫这30几年来，慢慢咧追找什么种的礼拜是会当造就人。什么种的礼拜是伫2000年的中间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咱的信仰的前辈都是安尼做礼拜。因为伫参加无共款的教派的礼拜中间，迄个礼拜的方式、仪式、甲内容、重点拢无共款。所以上帝教我听圣神的声，我就一直咧回想讲，伫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离开伊的学生了后，迄个当时耶稣的名所呼召。真做基督徒的遐个人，伫第一世代初代教会内底，
因到底安怎来做礼拜？圣经并无写初代教会内底因的礼拜仪式，因为初代教会甚至嘛无礼拜堂。但是后来因为人的组织慢慢因就生团到逐所在，后来因就成做一个做礼拜的信仰的团体，就亲像以色列人伫会幕中。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做伙分享，也邀请咱来做伙来建立一个互上帝所欢喜的礼拜。互上帝所欢喜的礼拜有恁，当然祭司伫圣殿来主持迄个敬拜上帝的礼仪，祭司是一个角色。但是互上帝所欢喜是咱在座每一个人参与礼拜的人，咱的心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耶稣讲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、用心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毋是干那听牧师讲解圣经的话，咱来听哈巴谷伊怎样做礼拜。咱来学习哈巴谷徛伫一个守望楼，就是伫一个乱世。伫一个兵荒马乱、伫一个黑暗的世代，面对着丧凶吞达的命运，这个人心中宣讲上帝的密师。今日圣经讲上帝的密师，你着写伊伫板仔顶悬，互读的人会当照安尼去做，互读的人会当照安尼去行，将上帝的话。亲像写一张小卡片的金句卡片，互听的人，伊会当随时第伫伊的地啊，早咧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每一个礼拜咱所享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神对咱讲话的事，咱伫过来拜一到拜六，咱不断来回想，伫礼拜中间上帝甲咱讲什么话，也伫过来的这个周间。咱伫生活中间不断甲上帝讲话，主啊，伫礼拜中你对我讲的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主啊，伫礼拜中间你所互我的感动，到底你有什么种的计划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互圣神来带领，也亲像耶稣家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主持今仔日的礼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差不多4个月前、5个月前。我要甲咱分享，伫迄个圣殿内一个枯干的树的一个这个生长者，耶稣叫伊讲：“你来徛伫中间，伸出你的手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听着耶稣对咱的呼召。耶稣讲：“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用神用诚实。”咱的俗语讲：“心诚。”安那，阿门，兄弟姊妹，无心的人就看不到上帝。咱就爱用真实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我要讲一个真好啊，条件甲艰苦心，一摆高华讲台主持礼拜的时，伫讲道中，我发现迄间教会有一个中职，坐伫礼拜中电话来。伊甲电话拍开，伊毋是紧甲伊关掉，关做震音尔，伊阁摕起来，对头讲到尾，较有遮夸张的咧，中心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迄个时阵我咧想讲，我敢应该甲伊讲，我等你，你讲好了，我才阁继续讲道。但是我无拍算要甲伊拍册件，所以我就点讲好。遐个专心咧听的人，到安尼。但即种的经验，互我感觉讲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毋是干那一个真心讲道主持礼拜的牧者，更较要紧就是坐伫下面的恁，因为恁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我只不过是一个萝卜，是上帝的工人。上帝欢喜这个礼拜，毋是因为我咧做好的表演。上帝讲：“哇，你是一个好演员。”上要紧是，因为恁的脚步，因为咱的敬虔，所以上帝对天顶的欢喜，互咱做礼拜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你若真足有心去看这个周报，其实这个周报是一个足要紧的停事2000年了。咱的教会甲一寡教会无共款，因为有一寡教会因无这个停事表，因就有敬拜赞美，然后就有足长的讲道，然后就按手祷告，然后就加平安礼结束。但是咱的礼拜对开始到结束，你若注意看这个周报，有3段话。第一段讲着守，着来学了上帝；第2段讲着守上帝的话；第3讲应答上帝的听；第4受差遣。咱看遐尼侪年的周报，我毋知即几段的听书敢有互咱帮助。咱毋是干那照即个规矩安尼尔，即个规矩基本上就是咧甲咱讲，伫咱做礼拜的时阵，咱要得到什么？伫咱做完礼拜的时阵，咱要带什么进入咱的生活中间？愿天父上帝甲在座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做礼拜的时阵，就用敬虔的心进入上帝的礼拜堂。所听的姊妹，就会记得，上帝是神。我咧想，迄个听电话的同工，伊的心中若知影讲，今仔日个礼拜毋是牧师的讲道为重点。伊若知影讲，今仔日个礼拜是我来甲上帝来敬拜伊，我相信伊毋敢安尼甲公然甲礼拜当作伫外面咧观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。其实咱的礼拜中间，我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。咱的教会基本上，咱伫礼拜中间拢有脚步，有敬虔。但是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咬喙大的人，求的人，主耶稣讲求就要互咱，愿咱会通更较大的享受。今仔日个礼拜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一个邀请、宣告甲祝福。愿所有参加礼拜对少年到年老在座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常常伫礼拜中间开天窗，拼落伊的祝福，就亲像今仔日个圣歌对所吟的即个俄罗的诗歌，伊讲求上帝甲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阿门。求天父上帝甲咱在座三甲弟弟，无心的人做礼拜，无实在军队耶稣。做礼拜哪像一支菜市仔，做礼拜哪亲像逐所在去观光，兄弟姊妹，毋是啦，对无？做礼拜应该是用一个敬虔。当咱要踏入礼拜堂之前，咱就感觉是一个真慎重，因为今仔日我来见，毋是见牧师，是见上帝。主大大欢喜咱今仔日的礼拜。那安尼，今仔日像个长老所甲咱宣读的圣经，这个话的内底留互咱什么种属灵的功课呢？哈巴谷这个先知伊的名，哈巴谷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拥抱，甲老爸揽条条，甲老母揽条条。哈巴谷这个名足水，所以今仔日咱来做礼拜，就亲像哈巴谷，咱要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来到你的圣殿，我要被你拥抱，我要拥抱你。兄弟姊妹，会记得每一摆做礼拜，就是来到上帝的圣殿内，咱走入来到上帝至圣所，伫伊的受恩宝座前，当一个囡仔按伊的老爸老母安尼走来时阵，伊的老爸老母就真紧甲伊抱起来。做礼拜的时阵，应该亲像哈巴谷，伊是一个伫乱世中间。今仔日第2章第1节，伊讲。我徛伫守望楼，就是一个军队要战争面对一个城墙，伫迄个保护的内底，伫暗暝拢有一个守夜，就是做兵的咱咧讲的站岗。这个人徛伫守望楼顶悬，哈巴谷就是这种为着正人做警醒的一个祭司甲先知。伊伫迄个中间，伊留落一句真要紧的话，会当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。圣经讲：我徛伫守望所，徛伫望楼顶悬观看，看耶和华要对我讲什么话，看我通用什么话来按伊所愿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今仔这段话中间讲到两项：第一，听上帝所要讲的话，这就是礼拜中间的第一个真要紧的重点。咱来到至圣所要听，唔是讲听牧师的讲道，是要听伫礼拜中间圣神。牧师讲无完全，牧师讲无了，但是圣神要对我讲的话，哈巴谷是一个用上帝话做伊生命中间真宝贝的一个神殿。阁有，当听到上帝的话了，我要安怎回应？伊讲我通用什么话来按伊所愿？这就是祈祷。所以伫礼拜中间，咱有听上帝的话；伫礼拜中间，咱有回应上帝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哈巴谷这本册最重要就是伫所罗门王代笔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，经过几百年后，以色列人会坠落，所以大概伫耶稣进前的1000年，就是代笔的时代。大概到950年到900年，就是所罗门王起圣殿。后来一直经过几百年，一直到差不多300年后，一个国家因为世俗化，以色列人会世俗化，低到上帝受气，所以兴起巴比伦、亚述。哈巴谷这个先知大概就是伫迄个巴比伦的王国要形成进前迄段时间，所以哈巴谷基本上就是伫一个对落的信仰团体中间，受上帝所拣选来讲敬虔的话，所以讲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上帝对我讲话。大概这本册就是这个意思。讲什么话？上帝爱哈巴谷去甲伊的兄弟姊妹讲。恁着怎样学习上帝的话，也互上帝的话加做恁的态度来面对对落的世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这毋是敢若2600年前的代志，嘛毋是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的代志，嘛是今仔日的代志。其实，逐世代人类拢面对着世俗化这种的侵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咱学习哈巴谷，伊拥抱上帝，伊倾听上帝的话语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若听佮照安尼去行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耶稣讲：“我留落我的模样，恁就照安尼去做。”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听佮做，就大有利益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那会当兄弟，伫今仔日礼拜结束的时阵，下晡咱也无出外，你会当伫你家己的厝，将这3章的哈巴谷书安静甲伊读一摆。咱会当知影讲哈巴谷书内底伊到底咧讲什么？哈巴谷伊伫这3章的中间讲3句真重要的话。第一，伫今仔日第2章20节，这是传统上咧讲哈巴谷伊的信心，所以今仔日咱所念的这个圣诗173首，以及圣诗492首，圣诗中间上少有这2首是用哈巴谷书第2章20节，伊讲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第2章第4节，伊讲义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命。这就是后来到新约保罗。伊感动来回应讲，因信称义，会记无？毋是因为咱的道德行为，毋是咱的决志，毋是，是因为咱甲耶稣讲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要一生跟对你。因信称义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第三，伫哈巴谷书第3章19节，就是整个规本册最后的时阵。伊讲：当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无结果子，雕来无羊无牛，伫这个困境，伫这个无活命，植物动物拢没有办法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迄个时代，其实就是咧偷窥。以色列人因为世俗化坠落，低到上帝的百姓无法度再生团，所以哈巴谷大概就是迄种伫迄个生命的枯萎、生命的高达的中间，伊讲出一句话：“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
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安尼结束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哈巴谷书来反省咱的人生。今仔日的圣经金句，哈巴谷书第2章第20节，伊讲：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都静静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句话伫你一生一世，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带互你祝福甲帮助。每一摆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做礼拜，都会记得，咱是要来恭敬、亲近、来揽、来拥抱咱的阿爸天父。愿咱伫伊的面前做礼拜的时阵，用敬虔的心。耶稣讲，用心神，用诚实。愿咱每一摆的礼拜，拢得到造就。拄则我甲咱讲第2句话，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。伊讲看，伊的心神，这是咧指巴比伦形成的一个新的国家。伊用的字其实伫和本叫做加勒底。这个加勒底毋是伫咧中美洲吼，伫迄个美国南美、北美甲南美中间有一个所在叫加勒底海，毋是咧讲迄个，其实就是咧讲迄早期的巴比伦王国另外兴起一个部落、一个族群，叫做加勒底这个族群。伊的心神骄傲，伊的内面无正直，独独上帝百姓，若有遵照上帝的话，敬畏上帝的义人，因要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活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教会做礼拜时，有一个最要紧的时间，就是敬听、恭敬听上帝圣经的话。所以师会就拍开圣经宣读。虽然师会无解说，但是当师会恭敬读上帝的话时，就祝福。哪怕是没有解释、没有讲到，上帝的话伫宣读的时，伊就亲像日出的光，要哪来哪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第3句话就是这句，伫哈巴谷书第3、17节，搁落去18、19就结束啊。所以哈巴谷书其实是到3章19节。哈巴谷书第3章17节，伊安尼讲：伊无花果树，无布眼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敢若树无效力。无效力嘛是讲无结果子的意思。产林无出五谷，调来无羊，调来无牛。其实这就是咧讲起一个生命已经无法度有生生不息。上帝收回伊对亚伯拉罕的祝福。因为上帝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就是上帝要祝福伊，后来伊的子孙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山。恁会记迄个英文无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将伊的应允收回，人无搁再真做活命生团的族群。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。但是哈巴谷安尼讲，我要求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因为我拯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耶和华是我的亏难，阿门。愿耶和华做恁的亏难，愿耶和华做恁的祝福，愿耶和华做恁的帮助，愿耶和华拍开天顶的门，将伊完全无保留一切丰盛的活命，赏赐予咱。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哪加天，哪加天，哪加天！毋是这价钱用，是哪加天上帝你的圣神所带来的权柄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学习3个祈祷。第一就是敬畏上帝的祈祷。做礼拜毋是干那伫礼拜中间做礼拜，因为圣经讲，恁的心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，会记吗？所以每一个时刻，咱的心中若想到上帝，上帝就降临。每一个时刻，毋是干那你咧做礼拜，毋是干那你咧灵修，是每一个时刻，咱若想到上帝，上帝就入心，上帝就入咱的心，上帝就伫圣殿内，圣神就甲咱三合伫地。兄弟姊妹，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无时不在。所以雅各讲，这个所在是何等通敬畏，我竟然毋知影。上帝嘛伫遮，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
无论恁去到天边海角，去到什么所在，你我咱的上帝，拢甲咱三个伫地。第一，咱甲上帝讨敬畏的心，因为当上帝临在的时，迄个所在就真侪何等通敬畏。这个口位牧师写唔对字啦，这个可敬畏的畏啦，通惊吓。上帝临到，这是一个何等可畏、可敬畏的地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入礼拜堂的时阵，爱带着敬虔的心。这个字也是正确对的字。这是雅各伫伊看见耶和华对天顶、对天推落来的时阵，伊发出这种的赞叹，对心中的一个感慨，大声讲：这个所在是何等神圣，不是别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的圣殿。就是天顶的门为我来拍开。关键仔日听见这句话，对心来讲阿门的人，上帝为恁拍开天顶的门。上帝将伊的恩典放伫咱的中间。这句话内底有两个字：第一，上帝的殿叫做圣殿，伊的字叫做哈吉雅库。这个圣殿这个字叫做雅库，伊的字根是雅卡还是雅库？后边这个字根其实。圣殿就是对上帝的能力来建立的，所以圣殿伫犹太人的因的心中甲因的信仰的内底，圣殿就是上帝临在、上帝掌权、上帝能力充满。你捌听过美国总统所坐的飞机，迄只飞机叫啥名吗？空军1号对吧？空军1号。到底是747啊、787还是啥货？不是，空军1号就是美国的总统，无论伊什么时阵，伊搭上空军所飞的迄只飞机，无论是直升机，无论是一般的迄个专机，只要美国的总统坐伫迄只顶悬，马上就改做迄只飞机，改做空军1号。迄代表什么？代表美国人因一种特别的思想，就是当我的君王、我的总统，那坐伫什么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安那，就是伊的主权、伊掌权的所在。那空军1号也无算啥，天国1号才厉害，对无？上帝临到的时阵，就叫做天国1号。当然，我譬如是来甲上帝做小了，但是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，当上帝临在伫什么所在，就是代表伊的。官兵的手，伊掌管，伊掌管这个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圣殿就是上帝伊的主权的所在。第二，圣殿是神圣的，这个字叫做哈基奥斯。这个字的意思，对伊的字采取敬畏的心。当人有敬畏的心，迄个所在就是神圣的所在。所以，当人看到耶和华临在时阵，伊就讲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但亲像雅各看见上帝对天顶降临的时阵，伊讲这是什么所在？你会记得无久之前牧师甲恁分享迄个雅各的天推迄个，我甲恁讲那个地方，恁会记迄个字袂？哈马空迄个字，迄个字讲那个地方本底是一个旷野，但是因为上帝的临在，迄个所在就成做一个圣洁的所在。是圣殿，是天的门，所以犹太人是一个真够讲故事，犹太人是一个真够对历史得到反省的一个民族。所以当因咧讲起哈马空 the place， 就是讲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因后来就甲上帝亲像耶和华以勒，号一个名叫做哈马空的上帝，意思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兄弟姊妹。愿主将伊的奥妙，通过圣经的帮助，享受咱属灵的智慧，敬畏上帝。拄则我甲咱讲迄个故事，我无搁再讲一解。但是如果咱去做礼拜的时阵，咱也知影是上帝伫礼拜中坐大位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咱就袂凊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保护天顶的上帝艰苦心。就像耶稣来主持礼拜，伊就爱去考虑咱的自尊，所以就宁可不打草惊蛇，伊就爱去委屈将上帝的话对头到尾讲。
兄弟姊妹，无得互圣神担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敢毋知你的心就是圣殿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，天国伫什么所在？就是伫咱的心。所以保罗伊讲，敢毋知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敢毋知吗？就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咱的心就是上帝的圣殿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你甲看16节，哥林多前书3章16节，搁落去17节，伊讲：人若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就要毁坏伊。人若伫伊的心内面的生命是败坏，毁坏这个字就是内面的心烂去，迄个意思。这个字就是人的心世俗化，人的心道德道良善的心无去。所以保罗讲，人若毁坏上帝的心，就是咱若决意对世间。所以雅各讲，敢毋知世俗化就是甲上帝对敌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上帝的圣殿是圣洁的。兄弟姊妹，保守咱的心，无得用阮错误、似是而非，甲遮的道德行为来吞踏、来捆住、来互咱腐败。愿圣神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坚持最真实的基督徒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上帝圣神的怜悯。圣神请来，圣神请你来，亲像我的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。第二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做第二个祈祷，就是伫每一个礼拜中间，愿上帝的圣神加添咱属灵的活命。每一摆做礼拜的时阵，咱爱知影，咱到底是咧敬拜什么人？家己反省家己的礼拜。兄弟姊妹，你回想你来做礼拜的心情，毋是通过牧师的责备，是通过圣神帮助你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伫礼拜中间，互主你欢喜。我嘛相信，伫礼拜中间，上帝你要祝福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礼拜。那每一摆我到伫外面得到感动的事，我拢会期待讲，将迄个牧师所讲的信息，遐尼欢喜，听到上帝宝贝的话，我紧倒来教会，讲互我的兄弟姊妹来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相信真期待，将上帝伊宝贝的话讲互咱听。所以保罗讲，上帝圣神用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事，圣神用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事。愿咱拍开心来拥抱上帝的话，来拥抱上帝的圣神，来拥抱咱通敬畏的上帝。亲像哈巴谷，愿咱伫伊的面前听哈巴谷所讲的话，搁一摆。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，人伫伊的面前，就恭敬安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背起来，诚做咱以后做礼拜真要紧的态度。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对停车场慢慢一步一步行入来到礼拜堂。你可以想象，亲像以色列人因对倒去耶路撒冷过半过节，因对山骹一步一步，爬差不多600-700公尺才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对外面停车场要行入来到礼拜堂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安静，一步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倒来。咱就准备心安静来朝见咱的上帝。传道书第5章第1节有同款的讲法。所罗门写伫伊的传道书，伊讲：恁若到上帝的圣殿，恁就要谨慎恁的脚步。因为恁要敬我来听上帝的话，恁听上帝的话要赢过恁的奉献，恁听上帝的话敬畏上帝的话要赢过恁的献祭。所以兄弟姊妹，
上帝所欢喜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。你若爱，我就要献。代表讲，小者你无爱，因为你所爱的其实就是人的心。所听的姊妹，用心做礼拜，用上帝所欢喜的方法来敬拜上帝。所以保罗伫以罗马书12章第1节，伊讲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。顶礼拜的题目叫做有一种侍奉，有一种服侍，叫做理所当然。为主做无啥物通计较，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伊是上帝，我是伊的工人，所以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一礼拜咱讲迄个服侍，这个字等于礼拜 ，service 就是等于服侍侍奉，但是嘛是礼拜同字。我搁讲一摆，所以咱甲改做这个题目讲理所当然的礼拜，其实伊的原文。顶礼拜你会记牧师讲迄个理所当然，迄个字是啥物字吗 ？Logos， 你看旧本 ，Logos， 迄个字就是合乎圣经原则的意思。英语该翻译做 reasonable， 合理的。迄个字其实就是圣经的话，叫做真理 ，Logos， 上帝的话 ，Logos。所以，听的姊妹，咱都要用上帝所伫圣经留落予咱的方法。来敬拜上帝，学习哈巴谷。哈巴谷讲：我要徛守监牢，徛伫野际观看，看伊对我讲什么话，我通用什么话来说明。听讲，听圣经的话，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咱真多。一个会晓听上帝的话行字，一个会晓甲上帝讲话的行字。所以哈巴谷伫这段第2章第1节这句话内底，表明3项礼拜中间真要紧的要点。第一，做礼拜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心；第二，做礼拜是要听上帝伫咱内心讲话的声；第三，就是上帝的面前说明。咱通将咱所有的需要、欠缺、软件摆在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所有的看路，拢仰望摆在伫你的面前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哈巴谷伊的礼拜，伊所表明出来即个敬拜上帝、亲近上帝3个真要紧的方式。最后，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，嘛提醒咱：当上帝临在的时，上帝做甚物代志？恁去回想，伫西奈山顶，上帝甲即个摩西见面的时阵，发生什么种故事？上帝甲摩西讲：将你的鞋啊脱掉，恁会记无？这是神圣的所在。上帝开始讲话，上帝对你以利亚，甲伊讲：你出来，你伫即个所在咧做甚物？你出来徛伫我的头前。上帝对以利亚讲：你啥事伫遮咧？你咧创啥咧？上帝所讲，以利亚后来写伫伊的记录回忆的内底，伊讲有地动的声，有导火的声，有风头的声，但是这个声上帝拢无伫遐。伫这个声的中间有一个微细的声音对我讲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当上帝临在伫你内心的时阵，圣神进入你的心内的时，第一重点，上帝要将伊的心意、计划来对咱讲明，这就是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，哈巴谷讲，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内传递着爱、恭敬、恬静。所以，当咱做礼拜时，说书，咱大家做伙唱出的494首这条时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个别咱的信仰讲，礼拜开始啊，礼拜开始啊，我要安静，对这个时阵开始，无搁再接电话，对这个开始，无搁再安那哈气伫咧边仔咧讲来讲去，兄弟姊妹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上帝终于讲话了。哈巴谷书伊讲，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内，
哈巴谷书、甲约伯记，这两本册伫犹太人的目睭看，改成共一本册，一本足长，一本足短。但是犹太人讲哈巴谷书甲约伯，拢是咧讲起伫苦难中间上帝的作为。真简单，这两个先知拢有讲一项代志：上帝降临伫伊的圣殿，上帝讲话。所以呢，姊妹，以后有较长的时间、较长的时间，我搁较讲较清楚。但是当上帝降临伫咱中间的时，上帝甲你三角地带时，上帝要讲话。请听所罗门伊所讲：恁来到上帝的圣殿，就谨慎你的脚步，进前听。甲上帝讲，主后要亲像撒母耳，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请讲，主请讲，你的奴仆恭敬来听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听什么？听启示。伊对我讲，将这个密事明明写伫板仔，互读的人容易读。这是好好本啦吼。这甲拄则咱所看迄个白话字汉罗的版本无共款，互读的人容易读。白话字的圣经翻译讲，互读的人带咧行，意思就是伊当第二个落地啊，带咧行。上帝互咱的教会伫14年内底，咱对复堂的建设，上帝赏赐咱一寡装备。上帝互咱的教会除了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咱嘛用直播，咱嘛用录音，咱伫 YouTube 的顶端，互上帝的话会当互人带咧行。也这咱当心祈祷，愿天父上帝的话伫空中伫逐所在，甲伫今仔日礼拜中间，拢共一款真侪人的祝福。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咱来回想哈巴谷伊所留予咱上要紧的态度，就是伫乱世顽巧背逆的世代，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。你会记得保罗所讲的话无？哈巴谷甲保罗拢是讲，一个敬虔的人应该用心中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间的世俗化，甲一切的对立。保罗讲，伫顽巧背逆的世代，恁是上帝的真光，咱是上帝的光。伫顽巧背逆的世代，咱来斟酌想，我若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安怎生活？愿上帝对咱继续讲话，圣神对咱讲话，继续今仔日的礼拜，伫甲咱有一日看到这个真正临到伫咱中间，摇化咱的上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宇宙的创造摇化阮的上帝，阮的活命是你所赏赐。你所创造，阮伫无明的中间，竟然无知伊伫知影讲，上帝你是活命的主。但是今仔日阮阁重新来到你面前的时，感谢你通过先知，感谢你将圣经的话留予这个世代，感谢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对阮讲解，恳求天父上帝，即时临在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主帮助阮，互阮享受礼拜，毋是干那敬仰敬畏你，更加阮欢喜，就是阮会当享受，互上帝你蓝调调甲阮破掉咧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进入哈巴谷，是互你破调调、蓝调调的行志。愿安尼确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咱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咱来念圣诗279首。三角音279首，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，请记入吟全首。
请坐奉献。平安内请张牧师。咱来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上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定你，求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，求你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当心来祈祷，主伫阮领受上帝你的听，主耶稣的听的时，阮想起身躯欠安，阮的年长的长辈，或者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，主愿恳求上帝你保守照顾因，当阮伫平安礼任耶稣听你的时，愿你所想事世间人长看关心的听。就临到伫每一个阮所听兄弟姊妹，因的厝内，因的心中。主耶稣，你的听何等的宝贝，是阮生命中间最大改变的开端。因为你的听改变了阮的活命，因为你的听，互阮平安；因为你的听，互阮对心内得到满足的喜乐。主耶稣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阮的兄弟姊妹。
因会通享受主耶稣所带来天父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疼痛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那这咱甲咱身边兄弟兄姐讲，耶稣听你。愿做会听，充满伫咱的中间。咱敬畏上帝，咱恭敬听伊的话，毋是要着惊，是要互咱捌上帝。但是捌上帝了后，最大就是听见上帝甲圣神伫咱的心内讲：你是上帝的宝贝孩子。这就是昨的查经罗马书第8章讲，圣神同证，圣灵伫咱的心内甲咱讲。你真正是上帝的宝贝。咱下面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为因来做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祝这礼拜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施恩祝福，伫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。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，互因的福杯满溢。所以，伫你的面前，为着刘一鸣甲所有生日的人来祈祷，愿主你施恩祝福，伫因的生命中，互因的灵魂体拢得到饱足，互因为满足的活命，因就成做一个无欠缺、佮充满幸福、上帝你的见证者，伫这个世间，让人来见证上帝你何等的怜悯甲疼痛，主要恳求主你伫每一个生日的兄弟姊妹，因的心内甲因吸引，小事智慧的心，互因通算数家己的年日。使阮伫你的面前，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特别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刘玉明，伊伫将来所要行的道路顶悬有伊的计划甲祈祷，主你已经听见，愿天父上帝你互因。会通伫上帝你的祝福的中间，手捧稳定的杯，伫逐所在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祝福。30看周票，我来报告。本周的顶周的聚会，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，礼拜日早起9点半日礼拜堂祈祷会，拜三暗时8点直到礼拜堂。青少课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。圣公的服侍。下周四会请陈英宏长老领诗暂停，司琴请陈美秀执事，书献请庄宏仁、冯真执事，交台第一组爱山暂停。新安宫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己灵修。具体交通，依据本教会475摆小会第2案，决议办理决议开除曾主席甲廖美娥会员职，事由依据本会2021年10月31日公告事项，搁因为这个事宜未得到履行承诺办理，小会特此公告。第二，杨那春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，大学70分，高中70分，高职75分，国中75分，国小90分，请尽速交成绩单，是110年度第2学期，伫10月初2要颁发。咱请伊为以下的生日的兄弟祈祷。奉献报告，咱家己看，有若毋对则往过界，有人员反映。大岛的事项，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，请咱也为以下这身体欠安的甲年长的长辈祈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心身
能甲课业祈祷，为升学、大岛升大学，总数分有余裕。第四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大岛富林集集得特达雅。以上咱三甲的音上营507首。应光归圣父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吟诗煞，请曾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